Hello， 我係 Nicole， 今次帶大家睇啟德嘅少年 Jump Shop 有啲咩 IP 睇，地方唔算好大，但係確實有驚喜。一開始見到嘅 section 就係咒術啦，一大堆唔同嘅盲盒啦，上面有 folder。行過隔離 section， 首先有 Spy Family， 有鏈巨人，然後上面都係 folder， 竟然混入咗個 Hunter， 同埋有個滿額贈活動送牌少嘅特典喎。繼續睇，仲有鬼滅，我嘅推 Cam 貓貓。救命，貓貓們真係好得意啊！至於點解我會話有驚喜呢？你哋睇下龍珠喎，跟住係 Reborn 喎，有啲堅喎呢個。同埋講得 Jump 就一定唔少得有漫畫睇啦，幾個書櫃都算多。最尾我覺得幾搞笑嘅係冇慘都有得出水樽。我今日最中意嘅 goods 應該係呢個寶藏怪獸，勁 Q 啊！最後臨走之前俾我發現到呢部機可以印相卡，都有得揀 IP 嚟印嘅，一於揀個 Reborn 啦。不過俾錢呢，就淨係得 Alipay 同 WeChat Pay， 唔知道之後會唔會有其他選擇呢？印到出嚟都算幾靚嘅，整體感覺唔算特別大，不過勝在人少，行得幾舒服，而且啟德周圍都有好多嘢行，去開絕對可以上嚟睇下。係咁先，拜拜。